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1月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9篇，撒母耳记上卷第3章第1节到第9节，使徒行传第9章第1节到第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受呼召。亚伯拉罕他被上帝要求将老来所得的独子以撒来献祭。亚伯拉罕他没有怀疑，也没有拒绝。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第10个灾难，杀长子之灾之后呢，上帝赐下保守的恩典，让以色列人以及所有相信摩西所介绍的上帝那些人得以保全他们家中头生的生命。因此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将长子来献给上帝，因为他们的生命是上帝所赐。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也是因为没有办法生育，就向上帝来祈求。当他祈求的时候，却在祷告里面来誓愿要将所生的儿子献给上帝。当撒母耳断奶之后，哈拿就将他带到了圣殿去学习敬拜上帝，服侍上帝。更重要的，在学习敬拜上帝的过程当中，撒母耳自己认真的学习，也学习听上帝的声音。因此在那一段很少有启示的期间，上帝亲自对撒母耳说话，呼召他。撒母耳记上卷第3章第1节到第9节记载这一段的过程。小撒母耳在以利的教导下侍奉上主，那期间不常有上主的信息，更少有异象。有一天晚上，老眼昏花的以利在自己的房间睡觉。撒母耳睡在安放上帝约柜的圣所，天还没有亮，灯还亮着。上主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是，我在这里。”就跑去以利那里说：“你喊我吗？我在这里。”以利说：“我没喊你，回去睡吧。”撒母耳就回去睡觉。上主又呼唤撒母耳，那时撒母耳还不认识上主，因为上主还没有向他显现过。他就起来跑到以利那边说：“你喊我吗？我在这里。”以利说：“我儿啊，我没有喊你，回去睡吧。”上主第3次呼唤撒母耳，他再次起来到以利那里去，说：“你喊我吗？我在这里。”于是以利知道那是上主在呼唤这孩子，就对撒母耳说：“回去睡吧。如果他在喊你，你就说：上主啊，请说，仆人听着。”撒母耳就回去睡觉了。上帝的呼召，人的回应，就成就了福音的广传。上帝的呼召通常是非常奇妙的。上帝呢，常常拣选那些人认为能力不好的人，甚至人认为不可能的人。撒母耳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为当时候以利开始软弱了，他的2个儿子也得罪了上帝，在圣殿里面呢为非作歹，所以当时候已经没有了上帝的启示，或者我们应该是说，以利他们根本听不见上帝的启示。而撒母耳他就是一个小孩子嘛，那却能够听见上帝的呼召。使徒行传也记载着一位专责逼迫教会、四处抓捕基督徒的法利赛人扫罗。就在他预备要去敌对上帝的时候，上帝却光照他，阻止他，废了他，拯救他，并且呼召他。
那竟然也成了初代教会里面最重要的福音使徒之一，并且成为一位强而有力的外邦使徒。使徒行传第9章第1节到第9节记载，扫罗继续用凶狠的口气威吓主的门徒。他去见大祭司，要求发函给大马士革各犹太会堂，准许他去搜捕跟从主道路的人，无论男女，都押解到耶路撒冷去。住在大马士革的，在往大马士革的途中，快要到城的时候，忽然有一道光从天上下来，四面照着他，他扑倒在地上，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他就问主啊，你是谁？那声音回答：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里去，有人会把你该做的事告诉你。跟扫罗同行的人都站住，说不出话来。他们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爬起来，睁开眼睛，却什么都看不见。同行的人就拉着他的手，带他进大马士革城。他3天看不见什么，没有吃，也没有喝。受呼召者的能力、年龄、职业其实都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是否愿意听上帝的声音，回应上帝，成为一位实践者。诗篇29篇，神的众子啊，你们要歌颂上主，你们要颂赞他的荣耀和大能，你们要歌颂上主荣耀的尊名，你们要敬拜神圣威严的上主。上帝的声音传遍海洋，荣耀的上帝发出雷响，他的声音响遍大洋。上主的声音大有能力，他的声音满有威严。上主的声音震断了香柏树，连黎巴嫩的香柏树他震断了，使黎巴嫩的群山像小牛跳跃，使黑门山像野牛蹦跳。上主的声音使雷电闪耀，他的声音震撼旷野，他正摇动了加迪斯的荒漠。上主的声音震撼橡树，使树木的叶子脱落，在他圣殿里人人欢呼。愿荣耀归于上帝，上主管理洪水，他永远作王统治。上主赐力量给他的子民，上主赐平安给他的子民。天父上帝，我们恳求你呼召我们，训练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成为福音的仆人，领人归主，使人得益，荣耀主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